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以西结书36章第8节到15节，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5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实践。上帝是信实的，这是圣经的基础，是上帝的本质。即便有人说上帝都很久才回应我们的祷告，或者他说我们的祷告都没有得到回应，我们必须说，上帝回应人的祷告不是按照人的意思和需求，上帝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时间以及方式来回应。正如同耶稣基督的祷告，求将这杯移走，但上帝的旨意却是要耶稣基督完成救赎，胜过阴间的权柄。因为赐下救恩，赏赐永生，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就赐下的应许。为了实践这样的应许，上帝有他自己的计划。即便我们看到那些得罪上帝被掳的以色列人，上帝仍然实践了他爱的应许与诺言。透过先知，上帝表达了关心和他的爱惜。以西结书36章第8节到15节，但是以色列的群山你们的树木要再度的茂盛，为我的子民结出果实。我的子民你们很快就要返乡了。我要支持你们，保证你们的土地将会在耕犁播种。我要使你们的人口增加，你们要住在城里，重整家园。我要使人和牲畜都兴旺，你们会多子多孙，人口比从前更多。我要让你们住在从前住过的地方，使你们比从前更繁荣，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我的子民以色列我要领你们回来，让你们重新住在以色列的土地上，它将成为你们自己的土地，不再让你们的子女挨饿。我至高的上主说，人民说这块土地是吃人的，是亡国丧民的土地。但是从今以后，这块土地不会再吃人，不会再使你们绝子绝孙。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，这块土地不会再使你们被外国人辱骂讥笑，也不会再使你们亡国丧民。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前面我们提到了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救赎，为了世人的罪上了十字架，又胜过阴间的权柄，从死里复活。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53节记载了耶稣基督的话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，这一切事就是从前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告诉你们的。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所叙述关于我的每一件事，都必须实践。于是他开启他们的心智，使他们明白圣经的话，又对他们说，圣经记载基督要受害，第3天从死里复活。你们要奉他的名，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来传开，从耶路撒冷遍及万国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。我要亲自把我父亲所应许的赐给你们。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那从上面来的能力临到你们。接着耶稣领他们出城，到伯大尼去，在那里他举手给他们祝福。他在祝福他们的时候离开了他们，被接到天上去。他们就敬拜他，怀着极喜乐的心回耶路撒冷，时常在圣殿里颂赞上帝。诗篇130篇，上主啊，我在绝望中求告你，
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哀嚎，求你听我求助的呼声。如果你记录我们的罪过，谁能够逃脱惩罚呢？然而你饶恕我们，因此我们应该敬畏你。我迫切等候上主的帮助，我信靠他的话。我仰望主，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。是的，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。以色列啊，要信靠上主，因为他有不变的爱，他有丰盛的救恩，他要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恶。谢谢信实的主，应许从不改变，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，使我们见证了复活的主，能够领受永恒的生命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